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呢？会乐器乐器的人很厉害？而刚刚说到的乐器就是乐器了。其中呢，我最崇拜的就是吹长笛了，是不是很有气质呢？今天 GoGo 直击要带您看的呢，就是长笛演奏家。哇，有没有觉得真的很想帮华佩拍拍手呢？他从小学乐器，立志要当长笛演奏家。只是要学好长笛这项乐器，真的不简单。华佩呀，在学乐器就是乐器呀，这条路是不是真的很漫长？其实就是需要2个字，要坚持。因为台上的10分钟，台下其实超过10年功了，你应该20-30年以上。他从法国音乐学院毕业，在台湾他还是爱乐101室内乐团的团长。另外，他还担任客家天台嘅主持人，用长笛演奏客家音乐，希望大家都爱客家音乐。那华佩，你觉得学长笛最有趣的是什么？将音乐融合各个的一个领域，比如说我在广播，然后每次访问不同的人，然后我都会将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，特别是在客家的一些，比如说客家小调，或者是客家经典的一些老歌，那我用我的长笛。然后来把它诠释出来。要栽培一个小孩学音乐成为音乐家，至少得要花上数千万元。长笛演奏家华佩，他决定走一条特别的路，除了教学、演出，也跨界合作。现在他更参与戏剧表演，他让音乐这条路变得更宽广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。你们喜欢客家音乐吗？客家音乐呢，不单是以前传统的8音，现代的音乐人创作的客家歌曲也非常的新颖哦。希望你们一起来听听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乐器，乐器，乐器。第二个呢就是音乐，音乐，音乐。第三个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说，就是希望大家爱上客家音乐。希望大家都愛客家音樂，希望大家都愛客家音樂。我也很愛唱客家歌，你們是不是也喜歡呢？好嘍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